Hi Traders，無論你而家係喺中環返緊工，定係喺銅鑼灣行緊街，又或係喺屋企嘆緊茶，今日呢段分享都會影響你未來嘅財富之路。今日要同大家傾一個超實用、超貼地嘅話題，點解交易要細注怡情先至可以大富大貴？好多香港人做交易都鍾意大大注一注獨贏，覺得風險越大，回報越大。呢個錯誤嘅諗法，事實上摧毀咗好多散戶嘅戶口。其實我哋專業嘅 trader 都知道，倉位管理先至係做到穩定獲利嘅最大關鍵。當年我喺華爾街接受訓練嘅時候，我哋曾經有個 coach 做咗一個示範俾我哋睇，只要做好倉位管理，就算單擲公字去決定 buy sell 都可以做到獲利。不過好多散戶都忽略呢樣最重要嘅 element。只係尋求無敵嘅入市法則，但係事實上你永遠都唔會揾到必勝嘅聖杯。而倉位管理其實博大精深，係好有方法同數學邏輯，絕對唔係想像中咁簡單。我夠膽同大家保證，只要你做好倉位管理，就算你喺股海市場中未贏到大錢，你都一定可以處於不敗之地。只要你一直繼續喺呢個遊戲之中，你就一定有機會等到一波大嘅行情幫你賺大錢。今日我就用華爾街 trader 嘅角度去同大家逐個 point 拆解細注交易嘅奧秘，再講幾個真實到肉嘅案例，等你哋知原來穩陣先至係致勝關鍵，細注先至可以養肥養大你個戶口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，最好可以重複聽多幾次，聽到入血入腦。首先問下大家，你哋有冇聽過人哋講每筆交易只可以風險1到2%資金？呢句說話好多人第一反應就係嚇，咁少咪揾唔到錢？呢啲係俾膽小鬼玩嘅啫。我入市係想擺脫打工仔嘅生活，唔係嚟過手癮㗎。我完全明白，香港人生活節奏快，壓力大，返工要受老細氣，返工時間又長，好多人都想靠交易一鋪上岸，快啲賺大錢，買樓買車，唔使再為兩餐憂心。但係你哋知唔知，大注交易其實係有好大嘅死穴？我同大家計一筆數，超級簡單，唔使複雜公式。假設你有10萬蚊本金，呢個數目好多香港年輕人儲幾年都有㗎啦。如果你聽人講有信心就要大注，每筆交易風險10%，即係1萬蚊。市場唔會因為你有信心就順你意，萬一遇到連輸嘅情況，記住連輸係交易嘅常態，就算職業交易員都會遇到。如果連輸5次，你嘅戶口剩返幾多？唔係9萬、8萬，而係差唔多冇咗一半。呢個時候你仲有心情分析 K 線圖，仲有心思玩下一個 set up。實際上你腦裡面淨係得返家鄉呢3個字，個心好似被火燒咁，坐唔安，食唔落，成日 check 手機，見到個戶口數字就心驚膽戰，情緒完全失控，成個人好似黐咗咁，只係想快啲補返個虧損，結果就會亂揀股、亂入市，呢個就叫做復仇式交易。好多香港散戶嘅戶口都係咁樣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，一步步冇咗嘅。但如果換轉，你每筆交易只風險1%，即係1000蚊，一樣連輸5次，都只係輸咗5000蚊，戶口仲有95000蚊。你可能會有少少唔開心，覺得今個星期唔好彩，但絕對唔會崩潰。你仲可以平心靜氣翻下之前嘅交易記錄，分析下輸錢嘅原因，繼續等下一個好機會出現。一個係為生存而戰，驚驚青青怕再輸多啲；一個係為獲利而戰，從容不迫，知道機會仲有好多。呢個唔係膽量問題，而係策略問題。仲有一樣好重要嘅點，大家一定要記實：輸咗50%，你要贏返100%先至可以翻本。比如你10萬輸到5萬，要再賺5萬先至翻到10萬，等於要將剩低嘅資金翻倍。但如果你輸咗5%，只要贏返5%就搞掂，邊個容易？大家心裏面有數啦。講到呢度，一定要同大家講一個傳奇交易員嘅故事。
Jesse Livermore 呢位大佬1929年美股崩盤前大膽做空，賺咗相當於而家15億嘅美元。當時佢風頭無兩，成個金融圈都識得佢，人哋都話佢搞掂咗個市場，以為佢可以一直贏落去。點知5年之後佢宣布破產。點解？因為佢贏咗幾次之後就飄咗，覺得自己無敵，開始大注亂炒，忘記咗風險控制。佢覺得規則唔適用於我，結果市場直接教佢做人，最後輸到一乾二淨。臨死之前，佢仲寫咗一句說話，到而家都好震撼。我嘅人生已經改變，我係一個失敗者，一個曾經可以影響整個市場嘅人，一個單次交易賺嘅錢多過好多人一生見到嘅錢，就因為大注兩個字落得咁慘嘅下場，實在係令人唏噓。其實呢個情況好多散戶都試過，我識兩個朋友，姑婆叫佢哋做阿明同阿強，同一時間開始做交易，都係25萬蚊本金，呢個數目好多香港家庭都可以攞出嚟投資㗎。佢哋睇同一批 YouTube 教學片，讀同一啲交易教學嘅書，連模擬交易都係用同一個平台，分析能力、識別 setup 嘅水平都差唔多，可以話表面上佢哋係同一個交易者。其中阿明就係典型想賺快錢嘅香港人，嫌棄打工辛苦，朝九晚九，仲要受老細氣，想靠交易上岸，所以佢 risk 每筆交易風險5%，即係優二500蚊。頭幾個月佢真係有贏有輸，有時一個星期賺到2到3萬，興奮到喺交易群度 post 上話自己好快辭工唔撈。但好景不常，3個月之後遇到一個表現唔好嘅月份，市場波動大，佢連輸6次，戶口直接插水到84000蚊，從25萬跌到84000，差唔多冇咗2/3。佢壓力大到失眠，夜晚瞓唔着，成日 check 手機睇走勢，日頭返工冇精神，被老細鬧，返到屋企又因為少少事同女朋友嗌交，話女朋友唔體諒佢。交易本應係改善生活，結果搞到佢不得安寧，生活變到一團糟。另一個阿強就唔同，佢本身喺一間科技公司做工程師，份工雖然忙，但待遇唔錯，唔急住發達，只係想將閒錢穩穩陣陣累積財富，所以每筆交易只風險1.5%，即係3750蚊。阿明當時仲笑佢賺埋得雞碎咁多錢，話佢咁細注10年都買唔到樓，但係強完全唔理，只係堅持自己嘅原則，唔輸錢先至可以贏錢。呢個就係老馬識途，唔會走錯路。6個月之後，阿強嘅戶口升到312000蚊，冇錯，只係升咗62000，雖然冇大起大落嘅驚喜，但係穩穩陣陣咁升。最緊要係佢日日都瞓得好，最大嘅 drawdown 都只係11%，即係大約27500，完全唔影響佢嘅生活同工作。佢返工照返工，週末照同朋友去行山、食海鮮，交易只係佢嘅副業，而唔係負擔。1年之後，阿明頂唔順壓力，退出咗交易圈，仲同身邊人講炒股票只係呃錢嘅騙局，散戶根本鬥唔過大戶。而阿強5年後已經有6位數戶口，從31萬升到120萬。佢安安定定辭咗工，全職做交易，仲有時間陪屋企人去旅行，週末仲可以去教小朋友踢足球。一樣嘅本金，一樣嘅市場，一樣嘅策略，只係因為注碼大小唔同，人生就完全兩樣。呢個唔係講笑，係真實發生喺香港嘅事，真可謂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。大家仲記得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發嗰陣嗎？當時股市亂晒龍，恒生指數一日跌上千點，美股熔斷一次又一次，好多股票一日升跌20%、30%，甚至40%。市場恐慌指數 VX 升到天咁高，止蝕位根本執行唔到。你想10蚊止蝕，結果開盤直接跳空到8蚊，損失一路擴大。當時我知道好多重倉交易嘅散戶，一日之間就輸咗3、4成戶口，有啲甚至直接被斬倉。
我有個朋友當時用100萬蚊炒美股，每筆風險8%，結果3隻股中招，戶口剩返40幾萬，喊住話多年積蓄冇咗，真係屋漏偏逢連夜雨，禍不單行。雖然呢啲黑天鵝事件唔常發生，但如果你倉位管理得唔好，一鋪就可以令你翻唔到身，立即 game over。但係嗰啲每筆只剔風險1%嘅交易者，就算遇到30%嘅波動，戶口都只係蝕3%，100萬蚊只蝕3萬，雖然痛，但起碼仲有得玩。後來個市反彈得好快，3個月就追翻大部分失地。嗰啲穩陣嘅交易者唔單止追翻損失，仲因為捉到反彈機會，賺到盤滿缽滿。而嗰啲大注輸光嘅人，只能夠企喺旁邊眼白白睇住人哋發達，自己要重新儲錢再入市，等佢儲夠錢，機會早就走咗啦。呢個就係生存嘅重要性，你要留喺市場入邊，先有機會賺錢。呢個道理就係留得青山在，唔怕無柴燒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如果我大注捉到一隻大升股，比如從1蚊升到10蚊，10倍回報，咪一鋪翻身？呢個諗法好吸引，我完全明白。香港人鍾意一鋪定勝負，覺得搏一搏，單車變摩托。但係現實好殘酷，你要捉到呢啲大賺嘅交易，首先你要救命撐到嗰一刻。就算你分析再好，眼光再準，都會有輸錢嘅時候，都會遇到連輸嘅階段。呢個係交易嘅本質，冇人可以避免。無論你嘅交易技術幾好，都有可能連敗。呢個係統計學嘅可能性。如果你每筆風險10%，一個好 common 嘅5連敗，你嘅戶口就已經冇咗一半。再連輸幾次，直接爆倉，根本等唔到嗰隻10倍股出現。但如果你每筆只風險1%，就算遇到連輸10次，都只係輸咗10%，戶口仲有90%資金，你仲可以繼續交易，一直留喺市場入邊，等嗰個屬於你嘅機會。記住，生存先至係獲利嘅前提，冇生存，一切都係零。我認識一個香港嘅工程師 Marcus，佢好精明，分析力好強，大學讀嘅係金融工程。以為可以靠數學模型加大注優化回報，將75萬蚊積蓄，呢個係佢做工程師幾年嘅全部積蓄，全部投入交易，每筆風險7%，即係52,500蚊。頭6個月市場啱佢嘅策略，真係賺到錢，戶口升到91萬蚊。佢仲同老婆講，再賺多啲就可以唔撈，以後你唔使做，我養你。點知1個月之後市場轉勢，佢重倉嘅科技股集體跳水，佢連輸4隻股票，戶口直接插水到54萬蚊，從91萬跌到54萬，1個月輸咗37萬。佢當時崩潰到唔敢睇 chart，日日唉聲嘆氣，返工都冇心機，仲同同事嗌交。後來佢靜落嚟反思，先醒覺原來策略分析都冇問題，問題就出喺注碼太大。一輸就輸一大筆，情緒完全失控，導致後面嘅交易都係亂做。佢後來請咗2個星期假，去咗鄉下日本散散心，唔敢睇任何交易新聞。返嚟之後，佢徹底改變策略，每筆只風險1.5%，即係當時54萬蚊嘅1.5%，大約8100蚊。雖然賺錢慢咗，有時1個月先賺3到4%，即係2萬幾蚊。比起之前1個星期賺5萬爭好遠，但係好穩陣，冇再出現大額虧損，最大嘅 drawdown 都只係8%。3年之後，佢嘅戶口升到286萬蚊，成功辭咗工程師份工，全職做交易。而家每日朝早瞓到自然醒，中午同朋友飲茶，下晝分析下市場，夜晚陪仔女做功課睇波，真正做到交易養活生活。而唔使生活被交易摧毀，可謂亡羊補牢，未為晚也。佢後來同我講咗一句說話，我到而家都記得。我以前以為聰明可以賺大錢，後來先知道管理好風險先可以長久賺錢。輸21萬學到嘅教訓，比讀10年書都有用。呢句說話送俾每一位交易者，呢句話絕對係真實血嘅教訓。
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，職業 trader 都係咁細注嘅咩？咁佢哋點賺大錢？我可以好肯定話你知，係真正嘅職業交易者，無論管理幾多資金，每筆交易都只會 risk 風險0.5%到2%，有啲大型對沖基金甚至低至0.25%。你諗下，佢哋有整個研究團隊，有最頂尖嘅數據分析，有最內部嘅消息，但係依然咁細注，因為佢哋知道交易唔係一鋪定勝負，而係一場馬拉松，唔係100米衝刺鬥快跑完。再者，正如我哋開始嘅時候提到，倉位管理博大精深，當中有好多增加同減少倉位嘅方法，可以令到你喺風險最低情況下得到最大回報。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，不妨留言話我知，等我可以喺日後嘅片中再同大家更詳細分享。你嘅留言絕對係我嘅動力。Warren Buffett 有2條投資鐵律，好多人都聽過，但未必真正明白。第一，永遠唔好輸錢；第二，永遠記住第一條。佢投資70幾年，經歷過無數次熊市、金融危機，最大嘅虧損都只係50%，仲要係2008年金融海嘯嗰陣，當時全球金融系統都差啲崩潰。平時每年嘅虧損都係單位數，從來冇出現過爆倉大幅回撤嘅情況。佢唔求大贏，只求唔輸。正正因為咁，先可以靠複利效應，一年又一年咁累積財富，從一個普通嘅投資者變成世界首富之一。呢個就係日久見真章嘅硬實力。須知道要成功靠複利去滾雪球，其中最重要一點係唔好輸咗本金，因為你一輸本金，複利嘅魔法就會消失。但好多人都唔知道呢一點，交易就係呢個道理。好多人以為要大注先至可以發達，但係事實係穩穩陣陣咁細注交易先至可以長久賺錢。可能你第一年月入先多3%、5%，好似好少。10萬蚊一年先多5000蚊，唔夠買一個名牌袋。但係複利嘅威力好驚人。我同大家計一筆數，10萬蚊本金，每年穩定回報15%，細注交易都好容易做到。第一年變11.5萬，第二年變13.2萬，第3年變15.2萬，第4年變17.5萬，第5年變20.1萬，10年之後變成40.5萬。呢種財富先至係實實在在可以持續嘅，唔會因為一次市場波動就冇晒。記住，滴水穿石，非一日之功。香港人做事一向醒目勤力，但係做交易千祈唔好聰明反被聰明誤，唔好再迷信大大注博大贏，唔好再因為貪心而同自己嘅血汗錢過意不去。試下每筆交易只風險1到2%，你會發現，第一，你唔會再因為輸錢而失眠。以前輸一筆就驚到瞓唔着，而家輸1%，頂多唔開心一陣。第二日仲可以精神奕奕返工，分析市場，繼續安枕無憂，瞓得安穩。第二，你唔會再因為情緒而亂交易。以前輸咗就想報仇，亂揀股，亂入市，而家輸咗都唔痛，可以冷靜分析原因，唔會違背自己嘅交易規則。呢個就係沉着冷靜，百戰不殆。第三，你嘅分析同執行都會變得更犀利，因為你冇咗情緒包袱，可以客觀看待市場，該買就買，該賣就賣，唔會因為怕輸而錯過機會，亦都唔會因為貪心而持有太耐，可謂旁觀者清，當局者迷。而家你就可以做個清醒嘅旁觀者。仲有一樣好重要，細注交易可以幫你節省好多時間同心力。香港人返工已經好忙，唔想放工之後仲要為交易頭痛。細注交易唔使你成日 check 手機，唔使你為咗一筆交易緊張到胃痛。你可以將更多時間用喺陪伴家人、進修自己、享受生活上面。交易本應係改善生活，而唔係摧毀生活。最後送俾大家一句說話：交易嘅終極勝利唔係你一次贏咗幾多，而係你可以喺市場入邊留幾耐。細注交易唔係膽小，而係智慧；唔係慢，而係穩。
唔係唔想發達，而係想更穩妥咁發達。香港人最識長遠計，唔好為咗一時嘅快樂，犧牲咗長遠嘅財富。呢個就係捨近求遠，得不償失。希望今日呢段分享可以幫到每一位香港嘅交易者。如果你哋有任何交易上嘅疑問，或者想傾傾自己嘅經歷，無論係贏咗錢嘅喜悅，定係輸咗錢嘅教訓，都歡迎喺評論區留言。記得訂閱、like、share，下次再同大家傾更多實用嘅交易技巧，比如點樣設定止蝕位先至科學，細注交易點樣透過複利加速財富增長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